今日叫做請咗資深時事評論員咧吳明德先生同我哋一齊傾下啲中國嘅經濟問題啊。教授你好啊。你好啊 Sarah。係啦，我哋先講下，即係習近平最近啱啱去咗上海啊，有個叫廁所革命咁樣，咁就係要將即係老百姓嗰啲馬桶問題解決吓。咁中國咧就稱之為下水道經濟。咁你點睇咧？點解習近平要重點去捉埋呢一隻下水道嘅經濟，特別係而家中國嘅經濟放緩嘅情況？咁你點睇呢一個行動啊？咁咪即係等於咧，你記得以前毛澤東嗰個醫生咧，李子衰啊，記唔記得啊？話佢係咩小學雞咯？點解咧？因為咧唔會無緣無故嘅，你國內嗰啲人咧，好懂佢哋嗰啲操作咧，就知道佢點解會推動呢個我哋叫做廁所革命咯咁。咁就係呢啲廁所革命咧係個原因，因為佢係識咁多嘢啫嘛。因為咧，有好多人話佢鍾情於呢一樣嘢嘅原因咧，係因為佢有個人歷史原因。咁嗰啲人就話佢咧，因為佢1973年嗰陣時，佢喺咩梁家河插隊咧，咁親自領導咧拆舊廁所，起第一個咧男女分開嘅廁所。咁唔係亂講嘅，因為呢件事係記載喺習近平嘅7月知青歲月裏邊記載啊嘛。咁所以而家咪俾人引用出嚟咯。咁將呢個廁所革命咧，就而家佢原來淨係小學雞識呢啲嘢咯，就係話將呢啲咁嘅60年前嘅嘢咧，再攞出嚟咧，變成係政治任務。咁呢啲政治任務就即係佢後邊嗰啲擦鞋仔咧，嗰啲文書工作者就用大躍進嘅形式咧，幫佢推動咯。即係話可以解決咧咩群眾嗰啲急難。可以咧，即係話譬如佢去視察上海咁樣啦嚇，咁佢咧就話佢會聽取咧歷史性地解決居民拎馬桶嘅問題喎咁。咁喺黨媒大力宣傳之下咧，咁形成咗話其實咧係人都急噶啦，每一日係咪都要去洗手間噶啦，梗有時間。咁佢就話想群眾之急喎，係嘛？咁嗰個急唔同我哋個急，我哋急嘅係咩咧？我哋係急嘅係成個經濟引擎死火啊嘛。咁佢嘅急咧就將嗰啲我哋人體物理上邊或者生理上面需要嘅急咧，將佢咧就放大話係可以咧搞呢啲嘢，係可以係其中一個國家級嘅經濟引擎喎。咁你話呢啲係咪即係話本末倒置啊？我哋做企業啊，都可以知道一樣嘢啦，係嘛？嗰啲叫做資源錯配。你個 CEO 每日咁重要，係嘛？梗係好似阿 Trump 咧去支持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閉幕禮嗰啲形式，咁你就要去啫，係嘛？咁嗰個係全世界咧幾廿億人一齊睇噶嘛。嗰啲咧就係你 CEO 要做嘅嘢嘛。你嘅資源係 CEO，你可以動用全中國嘅資源一個人，但係你係將你嗰啲資源可以動用嗰啲咧擺落去呢啲岩岩沉沉嘅細細微微嘅下水道嘅經濟喎。咁你如果你當中國係一個股上市公司咧，咁所有嘅投資者都會聽日就一齊沽貨啦，係嘛？